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伫个立委林俊宪的争取，上午安排台南地区的交通建设考察，并邀集交通部商务处长、台湾港务公司、航港局、甲观光局等官员，以及地方观光旅游局长，做伙研商渔光岛的安全管理措施，甲招商规划的构想。今天主要是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啊，那我特别请他们到我们台南来看一下我们安平山港还有渔光岛的交通观光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特别感谢市政府的观光局郭局长，还有我们地方的2位议员李启维、李维印，还有我们地方的里长，大家都有很多的意见，因为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3亿2000多万的5年计划，就专门来做渔光岛的基础设施。啊，包括停车场啦，或者那个洗浴的一些设备啦，包括污水的处理，以及最重要的渔光桥啊，就渔光岛跟市区的这个连接桥的那个道路啊，如何来疏解啊这个渔光岛的交通的一些拥塞的一些相关问题啊。那未来呢，我们希望市府跟中央啊，就中央地方能够携手合作啊，能够把这个计划好好推广好，让渔光岛成为台南市可以说是未来的一颗钻石。那安平山港的开发也非常的顺利啊，招商也开始呢，慢慢的，未来几年我们都会看到成绩。所以呢，中央跟地方在这点方面，我们特别感谢这个中央的协助。那也特别感谢黄伟哲市长他的市府团队展现的效率和能力。所以一定会带给我们台南市民，甚至带给全国民众，甚至都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一个观光地方。立委林俊宪表示，安平港是国际商港，而且靠近市区，以北观光、南自由贸易的大湾街进行规划。北边有游艇水岸观光加海湾游戏区，总共有108公顷；南边自由贸易港区有82公顷。无论是商业的应用，或者是观光的发展，拢真有开发的潜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